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将手机关机也是关正当，备万心来敬拜上帝。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是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4首，圣诗24首。我心学罗至关上帝，请起立。社会。
帝，感谢你，伫每礼拜主日带领众兄弟姊妹同心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阮的力量，也是阮随时的帮山。感谢你选召阮成做你的子民，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我也向你坦白阮的软弱，因为有时阮伫言语、心思意念无合伫你的教示。求你施阮怜悯阮，用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洗清阮所有的罪过。求你赏赐阮有谦卑的心，互阮重新倒转去你的面前，得到平安。即时，阮也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甲教会事工来祈祷。我们属灵的姐妹、敬爱的长辈和吕阿姨，已经安息主怀。我们心中万分的不舍与难过。主啊，人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无法测度；人在世上的意义，我们也似懂非懂。唯有依靠耶和华，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我们相信你已经接利玉阿姨回到那个充满荣耀、没有病痛的天家。求你亲自安慰和利玉姐妹的家人，也安慰每一位兄姐不舍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彼此守护，相信有一天我们必会在天家相聚。也求神保守带领后续所有的治伤事宜，让一切荣耀你的名。只是我也将教会中心内忧伤、有烦恼，甲身体有病痛兄弟姊妹交托予你，特别是为着曾碧光长老、张怡婷姐妹、朱志伟弟兄、吕纯美弟兄来祈祷，求主特别看顾因的需要，医治因的病痛，愿平安的圣神甲因同在。伫暑期当中，教会有侪侪野队，感谢主保守咱教会的夏令营已经圆满结束。感谢上帝恩典，也纪念所有老师甲同工的付出，也求主特别保守大溪国小的短宣队。赏赐因有教业的恩典，得到造就。主啊，也求你保守今日礼拜，开阮耳，互阮听见你的话语；开阮目睭，互阮看见你的旨意；安静阮的心，互阮伫无私的讲道中得到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启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怎样包围，我心也袂惊吓。虽然我会对敌发动战争，我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压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宝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祷告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
求你引领我，引导我，你对我讲，就来调整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认毋插我，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爸母若去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伊用伪证恐吓我，我轻信一项事，了我第一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敢壮胆，一声，就信靠上主。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6节到第7A 节。我先用台语和日本来读。因为我是上主，我袂改变，所以恁遮的雅各的子孙袂灭亡。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对恁祖先的时代开始，恁不时违背我的规例，无得遵守。当恁着归顺我，我就转向你。我阁用和合本来读。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的子孙啊，你们不致灭亡。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愿上帝的话讲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时主日学要来学老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我是主羊》以及《耶稣喜爱世上小孩》。
今日献诗的是咱主要的小朋友，还有礼拜3到礼拜6营队小朋友献诗吼，所以他们今天唱的真的非常的用力吼，都是很强壮的主羊。好，万岁歌声真最澎湃坐到上帝面前。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认识上帝的本质第3讲。咱真欢喜，今仔日咱的这个暑期的这个营队的小朋友来咱的中间来甲咱献诗。伫咱中间嘛有侪侪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伫咱的中间吼，咱是毋是会用邀请因先起立，互咱来甲因欢迎，好无？这一次小朋友的家长，还有包括方俊的老师。伊嘛是迄个伊嘛是今仔日即届即个小队伍当中的一个爸爸吼。咱真欢迎因有机会甲咱同齐来做礼拜，也透过小朋友因伫遮的学习咱即届迄个主题吼，讲叫做不一样的自己啊吼。所以咱期待遮个小朋友因透过即届遮个营会。互因伫咧即届内底学习，不管是伫咧品格学习，以及伫咧生活上，因每一顿的食食吼，家己煮的吼，所以咱在期待讲，遮个小朋友因透过即种迄种生活自理吼，慢慢会晓家己去伫咧生活上会通真做家庭的祝福，嘛请做父母的帮衬吼，所以咱真欢迎咱的家长伫咱的中间。咱迄个经过2个礼拜，咱的迄个信息，咱捌伫咧安尼同齐来思想上帝4个重要的本质吼。咱伫咧第1讲的内面讲起，就讲咱所明白的上帝，伊是迄个完全的上帝，伊也是迄个绝对的上帝，因为伊毫无瑕疵，没有任何的错误，他是那个自有、永有的、独一无二的，配得上一切敬拜的真神上帝。但是在第2堂的当中，我们谈到上帝是那个无限的上帝，也是那个永远的上帝，伊超越空间，也超越时间，伊的能力无穷尽，伊的生命无开始，也无终结。搁咱今仔日要来思想一个，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会通讲上密切的一个会通讲相关的，就是也会通讲最会通好带互咱安慰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是迄个不变的。也正因为上帝无改变，因为上帝的不改变，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相信他，因为伊也无改变，所以他昨天如何的爱我们，今天仍然爱我们，直到永远。所以今仔日咱的信息不只是干那规个这个系列内面的最后一个本质。搁较是这5个本质，上帝5个本质的一个总结。因为正这位完全、绝对、无限、永远的上帝，才会通伊才是迄个真正、迄个永远袂改变的。所以咱要来看这个永远袂改变的上帝，伊是伫咧迄个变化中，迄个永恒不变的迄个盘石，讲石盘。咱今仔日咱生活伫一个一个很快速变迁的一个世界，科技每一天都在改变，咱尤其是这个3C 产品的这个问世以后，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个改变就更加的迅速，整个社会制度也在改变，经济的环境也在改变。人的观念嘛伫遐咧改变，人际关系也有可能伫迄中间伫遐咧改变。
咱相信，咱伫咧过去以早，咱也无3C 产品的时阵，咱要甲人互动，咱要透过写批甚至是爱面对面。咱即个时阵，咱会通用 Line 用足侪即种社交软体伫遐来互动，但是迄款的互动，有当时讲起来是真冷的，就是因为无人甲人的迄种的见面。所以迄个伫咧文字的中间也是只有声音的传递。如果那卡叔公有那种视讯，或许还会再更好一点。所以咱就通看见迄个规个人际关系嘛开始在改变。咱伫咧Line 还没有开始很流行之前 ，FB 很畅销的、很畅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跟我们在 FB 里面的朋友很亲密，可是对伫咱安尼厝内的人，咱可能无有啥物安尼的互动。伫咧差不多2005年，也是差不多也是2007年，迄个时阵只有那个 message 的那个时代，甚至有当时。平仔共款，住伫咧共一个厝内的人，有可能讲食饭时间到啊，两个人伫遐用着电脑伫遐互传，要不要去吃饭？你就知影讲，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坐伫边啊，用 message 伫遐传种，要不要吃饭？要，好，那就一起去。你就知影讲迄个人甲人的迄个互动。迄个人际关系咧改变，迄个改变甚至包括咱的身体，咱嘛会因为年纪渐渐变大了，咱会衰老，咱会甚至咱嘛有情绪的起伏，咱嘛有信心软弱的时阵。所以捌有人安尼讲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但是即句咧讲起着人间的即个现象，却无法度去讲起咱所信的上帝。今日咱所领受的经文，上帝真清楚讲伊讲我耶和华我是上主，我袂改变。上帝一直接讲我耶和华我是不改变的，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这毋是表示讲上帝伊无有作为，咱是咧讲上帝伊的迄个本性，伊的本性，伊的迄个慈爱，伊的迄个性格，伊的迄个信息，他的信实，他的应许，他的救恩永远不改变。伫咧即个讲变化无常的即个世界中间，有一个永远无改变的上帝，这是对咱来讲，迄是一个真大的安慰。所以咱会通看见，因为上帝伊的无改变，咱会通对伊有迄款安尼迄种信靠。即个信靠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的经文，要看见上帝伊个无改变的三个层面，就是第一个是伊的迄个本质的迄个不变性。上帝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的。伫咧希伯来书第13章内面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上帝本质永远未改变，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拢是同款的。伊未因为学到一寡新的财物，就变了较智慧。因为伊本身伊已经是迄个全智，他是一个那个全智的上帝。伊未因为经历。变得他更有爱心，因为他本身他就是爱的那个本体。就较亲像咱想象一粒钻石，一颗钻石，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线底下，无论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它，它的本质都是钻石。那个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我们看它的那个方式，但是不会改变他自己的那个本质。
上帝也是这个样子，环境的改变不会改变他的本质。所以咱会通看见上帝伊本质的迄个不变性。第二，咱要看见的是上帝伊的迄个应允嘛是迄个无改变。上帝伊的应允，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实现，他命立就立。他那个说他在创世的时候，他说要日有日，要有光有光。以赛亚书第55章里面这样子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差他的目的。”上帝的话伊讲出去，就输得结，就安尼行。所以咱就通看见伊所应允的，伊有迄个无改变性。咱若安尼。这嘛要互迄个互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捌有一个老爸，伊答应要带着伊的囝儿去迄个游乐园佚佗。但是到迄个约定的迄个日子，害拄落雨。即个安尼囡仔安尼真失望。以为讲搭即声落雨，安尼袂通去。但是这老爸讲讲我答应你的代志，就一定要做。所以雨天也有雨天的乐趣啦，所以结果因就安尼穿着雨衣去到游乐园。这个儿子就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跟父亲在一起的这样子一起玩那个游乐的一个难忘的一天。上帝对咱的应允嘛是安尼，迄个环境有可能会改变。但是伊对咱的应允永远袂改变，这是上帝伊家己应允，伊也安尼行。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上帝伊的迄个应允的迄个不变性。第三，咱要看见的是迄个上帝迄个关系的迄个不变，伊是迄个关系中的迄个上帝。上帝对咱的疼永远袂改变，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不爱我们，那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成功会更爱我们。他的爱是那个稳定的，是那个可靠的。所以这不是讲上帝安尼，伊对迄个罪没有反应。上帝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这是一个我们会觉得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上帝的他就是那一个他的那个属性里面，他是那个圣洁的，是那个公义的，但是他也是那个慈悲怜悯的上帝。上帝的性格是不变的，所以伊的确需要去审判罪，但是伊的疼是不变的，所以伊也为着这个罪人备办救恩。所以咱就通看见上帝伊伫咧迄个关系中的迄个不变性。所以咱安尼，咱有可能咱会安尼问讲，安尼上帝是迄个不变的，安尼伊要哪有迄个行动？咱要怎样？伊要安怎去回应咱的祈祷？因为咱活伫咧迄个罪中间，安尼上帝伊迄个不变，要安怎去？亲像讲，伊要安怎去会通去饶恕罪人？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上帝不变，多在指向的是他像那个，他的不变，不是指他像雕像一样，那个静止不动。乃是咧指出伊的迄个本性，甲着迄个原则是无改变。伊会照着伊迄个不变的迄个本性，他会按照他不变的本性，对那个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回应。就较亲像日头，咱今仔日头真美，日头伊是永远发光的那个发光发热的一个发光体，但是这是咱会用想，这是伊的迄个不变的那个本性。
但是在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感受到那个阳光的不同。咱会因为季节无同，像这么热天，咱会看见迄个日头真美。但是去到伫迄个冬天，迄个日头是互咱感觉真烧热，唔是太阳改变，乃是咱甲太阳的迄个关系改变。上帝嘛是同款，伊的本性不变，伊会照着伊迄个不变的迄个本性，对咱无同款的状况、咱的情况，伊会去做出适当的那个回应。有一个姐妹在外面，要不要邀请她进来坐？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是迄个不变的，伊会迄个伊会互咱的信心，迄个会通成做迄个最稳固的那个根基啊。所以咱会通看见，弟兄姊妹，今仔日咱看见上帝不变，伊毋是迄个静止不动的，乃是伊永远忠于他自己的那个本性，所以他的那个圣洁是不变的他那个，所以他恨恶罪。但是他的慈爱也永远不改变，所以他始终愿意去赦免悔改的人。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所以呢，他所有的应许，那个都有实现的一天。可伊的公义永远无改变，所以伊会照着真理来去施行判断。这拄好是咱迄个信心上大的一个保障。我们要不要有一个那个挪一下位置给我们的这个夫妻的兄弟，他们一起来做？所以今仔日咱有可能改变，但是甚至咱的教会嘛有可能改变，世界也可能改变，环境有可能改变。但是上帝迄个伊却是迄个永远袂改变，所以咱的信心毋是建立伫人的迄个能力的顶面，因为咱的人是软弱的，咱的人是有限的，乃是咱是要建立伫咧上帝迄个永恒不变的那个本质的上面。安尼，咱既然知影咱的上帝是迄个不变的，安尼咱要怎样伫咱的生活内面来去应用伫咱的生活中？第一个，咱需要的是伫咧咱的人生的充满了迄个变数的时阵，咱犹原相信上帝，伊犹原咧掌权。咱的工作会改变，咱的家庭有可能会有一寡变化，健康会有一寡起伏。拢无可能改变上帝犹原，他仍然是坐着为王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咱会通放心将咱的人生来交托伫咱的主的手中，因为伊知影咱所有的一切，伊的不变，伊也应允，伊要赏赐既然相信伊的人要倚靠伊的人，伊就伫迄中间来施恩赐福伫伊的顶面。所以咱这种人生充满了变数的时阵，咱犹原爱相信上帝，伊犹原伫咱的人生内面，伫遐咧掌权作王。第二，咱伫咧软弱的时阵，失败的时阵，咱相信主的恩典，伊犹原无改变。咱有时阵咱会绊倒，咱犹原会有灰心，但是上帝伊安尼，昨天既然赦免了彼得，他今天仍然会赦免每一位愿意回转归向他的人，因为他的那个慈爱是没有期限的。第三，咱伫咧服侍中间，咱爱坚定来持守对上帝的迄个忠心甲顺服。咱伫咧服侍过程中间，咱会看见人的掌声是会改变的。人的肯定是会改变的，人的情绪也会改变，
但是我们服侍的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主，因此我们不是为了人的掌声来服侍，乃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当咱认捌这位上帝，伊的这几个本质，伊这5个本质的时阵，咱会通伫咧咱的生活中有一个相应的迄款的回应。牧师提供4个真实际的应用伫咧咱的生活中。第一个，咱会通伫咧咱的苦难中去寻求主的安慰。当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会通来到伫这位完全、这位绝对、无限、佮永远不变的上帝面前，伊的完全保证伊袂犯错。佮伊的智慧也保证伊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佮伊的无限要保证无任何的困难对伊来讲是上大，还是讲上过困难的。佮伊的永恒要保证现在咱所拄到的迄个苦难还是挑战，拢只不过是干那暂时的。伊的迄个他的不变，保证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个永不改变的。这也要互我想起着咱伫咧旧约这约伯的这个故事。约伯伫遐，他当伊失去一切的时阵，但是伫咧迄个安尼会通讲伫咧迄个苦难迄个行到迄个尽头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安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苦难无法度改变上帝，但是改变了约伯对上帝的认捌。因为伫咧约伯记内面，咱会通看见约伯当伊伫遐安尼面对苦难的时阵，伊伫遐甚至伊落尾手，伊开始咒诅伊的出世的日子。上帝讲。你伫咧什么时阵，我就会创什么代志。伊无法度应答，因为伫咧中间，伊看见家己的渺小，就甲亲像咱之前已经有讲起着，咱今仔日咱活伫咧即个地球，但是如果咱若用微观去看细菌的时阵，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我们很大。可是如果我们用宏观、用巨观的方式，咱亲像卫星共款，一直倒退，一直倒退。咱对地球看到月亮，看到规个太阳系，一直到规个宇宙，咱会发现，咱地球根本连一颗沙子都不是。那咱就有法度去，咱就能看见迄个上帝的迄个伊的伟大，超过咱的所想象的。所以，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会晓时常倒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对上帝有搁较深的认捌，伫遐来找求伊会通来对咱的迄个安慰。第二，咱会通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来建立一个真坚实的迄个切据。伫咧即个充满怀疑的即个世代，咱的信仰需要有真坚实的迄个根基。认识上帝的本质，认识上帝的本质，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根基。我们不是信一个会改变的上帝，我们不是信一个有限的上帝，我们乃是信这位他是完全、绝对、无限、永远不变的上帝。所以，咱会通有迄款安尼确信，所以咱会通咱若有安尼对上帝迄款安尼认捌的时阵，就算讲咱伫咧面对任何的挑战困难，咱犹原对主有坚定不变的迄个信心。第三，咱伫咧咱的生活中会通去反映上帝的迄个属性，也就是讲，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叫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虽然咱无可能。亲像上帝迄款安尼完全，因为主讲说你们当完全像我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像上帝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反映上帝他的那个属性。所以咱会通去追求那个完全，追求真理，追求爱心。当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看到上帝他的品格的那样子，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去反映出上帝的他的那个本质，在我们的品格的生活当中。互人看见咱的性命，人就看见上帝的本质伫咱的性命里面来彰显。第四，咱需要伫咱的关系中间去经历着上帝的同在。上帝不是迄个遥远的那种哲学的概念，他是那个活着的上帝，他要与我们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这个也是为什么上帝他在介绍他自己，他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他不是说我是你祖父某某人的上帝，我是你父亲某某人的上帝。他说的是那个直接个人的，一个一个的。所以那伊欢喜甲每一个人建立伊甲伊迄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会说，上帝没有孙子，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咱明白伊的迄个本质的时阵，咱会通更较深去经历到伊的同在，因为咱就较亲像咱做一个父母，咱嘛欢喜看到咱的儿女送到低地，伊陪伴因，期待因得到成长。咱的主，咱的上帝嘛是同款，伊期待咱会通甲咱有一个真亲的迄款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兄弟，伫咧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里面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捌上帝不是迄种知识的累积，伊是更较是迄个生命的迄个经历。伊不是干那迄种通讲头脑体操、头脑的理解，它更是那种心灵的那种相遇。就是说，咱需要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是咱甲伊会通，那伫咧任何的时阵，咱拢会通甲伊相拄，甲伊讲话，甲伊伫遐安尼对话，因为伊听咱，伊期待甲咱相甲同齐来管理伊所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兄弟，今仔日无论咱伫咧什么款的光景的下面，牧师拢要搁一届安尼来邀请咱每一个人，咱会通好好来去亲像，咱搁较需要搁较深来认捌这位奇妙的上帝。如果咱也未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牧师也要来邀请咱现在就来接受伊。如果咱已经是基督徒，安尼牧师搁较邀请你来搁较深来认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因为伊是迄个完全的、绝对、无限的、永远甲不变的上帝。所以咱会通透过这3礼拜咱牧师的这个分享，伫上帝五个本质的中间，目前哪一项最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现在的人生？那又为什么？那最近来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的变化使我们感到不安的？那今天牧师的信息如何来去给我们提醒？那把安全感重新建立在这位永不改变的上帝的身上。那买堂来回顾我们这3个礼拜的这个分享，那我们对上帝最大的重新认识到底是什么呢？安尼未来，咱希望
伫咧倒一方面会通搁较来信靠、来顺服、来跟对咱的主、咱的上帝。第三，咱要安怎来搁较侪人来认捌这位完全、绝对、无限不变、永远的上帝。那这一礼拜，咱会通用什么款真实际的行动来去见证伊的恩典，甲是信息？所以，咱透过咱安尼这5礼拜来去分享上帝的本质，咱期待咱会通好好啊来去想上帝的本质，安尼要安怎落实伫咱的生活中，互咱真正会通活出上帝迄款安尼的迄个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会通搁较侪来去经历着伊的甲咱的同在，互咱对主会通来经历伊迄款安尼满有恩典、慈悲、怜悯，阁是迄个圣洁的主，互咱所活出来的生命，互人看见咱的生命，就认出咱是跟对主的，阁会通来互主，因为咱所活出迄款咱的生命来得到阳光。所以透过咱今仔日拄好，咱嘛有真侪兄弟伫咱的中间，咱会通来，嘛会通来甲因分享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所做迄款安尼改变，甲因来分享上帝的疼，互因也有机会会通来领受上帝的疼。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更加的认识主你那荣耀的本质。主啊，你是那完全的，没有任何缺欠的。主啊，你也是那绝对的，是那万有的主宰。你是无限的，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拦阻主你的旨意。主啊，你是那永远的，超越一切的时间。你更是那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求你将这些真理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不只是头脑明白，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信靠与顺服。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各样的改变跟挑战与我们的所未知的这些未来的时候，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始终更加的定睛于你。愿我们一生来爱你、跟随你、荣耀你，也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生命能够因为认识你而得着那真正的盼望与永生。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祷告，阿们。这是咱做伙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89首，489首。主要过来，主要过来，请起立吟全首。主要过来，主要过来，主就是伊所喜爱，主的宝贝，信心的人是主所听从。阳光亲像启明，起头早灿烂光明，主的宝贝是好心，你主免留情，主的宝贝，主的宝贝。
用师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用，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方美珍执事、庄方美长老来肃献。就第一拜来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可以先不要奉献。起立。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是马拉基书第3章第6节。咱先用台语和日本来读，请。因为我是上主，我袂改变，所以恁遮的雅各的子孙灭亡。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的子孙啊，你们不致灭亡。马拉基书3章第6节。这是咱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先，咱来亚新报告吼。拄仔无书已经有讲，我们今天有主日学夏令营的那个小朋友的家长一起来，我们再一次给这些家长一个掌声，谢谢他们来到教会。那我们会后也请大家可以彼此一起打招呼啊，刚好外面也有小朋友这一次营队他们的手作的作品哦，所以也请各位兄姐，我们待会会后一起到外面观赏，然后也给予每一件作品真的都很漂亮，也很独特，给予他们最大的一个肯定吼。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新朋友是由向寿弟兄。在这边，我们有弟兄他是住在礁溪，然后也是基督徒，方便自我介绍一下吗？好，没关系，我们会后再一起来认识哈。好，我们谢谢有弟兄。
好，掌声欢迎他。好，我们一起来看报告的事项后。第一点是6月28小会的决议，我们请兄姐自己来过目。第二点是本主日是合堂礼拜，礼拜结束之后，我们稍待会一起到中庭这边观赏小朋友他们手作的作品，好，非常的精彩。好，那第三点是下主日是文治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公报社将派周克修牧师来正道，而本会的林耀兴牧师将受派到南方教会，跟周牧师交换讲台。那第二堂礼拜结束之后，要召开长执会跟小会，我们请长执预备心。第四点是本会的何丽玉姐妹于15日中午已经安息主怀。那在31日的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自宅中举办别式安慰礼拜。8月1日礼拜六早上9点，入殓礼拜。上午10点会前往福园，上午11点火化礼拜，以及下午3点会在本会举行告别的礼拜。愿主的灵亲自来安慰遗族们。第五点，我们教会今年的升学的资讯后，我们有5位的青年，其中有2位考上高中，有3位的青年也即将到外地这边来念书就学吼。我们也恭喜这些青年们，也求主保守他们接下来的升学，还有学业，还有到外地求学的一切的平安跟顺利。好，接着我们来看肢体消息的部分，有2点，我们请兄姐自行过目后。那这边有补充建堂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周报的第4页后。那周报的部分，建堂的事项的第2点就是我们土地的钻探其实已经完成，目前还在等报告当中，所以我们继续来关心跟带导。那再来第5点是建堂的期间呢，我们临时聚会场所的空间规划还有装修，我们是请李恩兴长老来规划跟估价。那第6点是关于建堂的经费的募集，除了也请各位兄姐持续为建堂基金奉献之外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说手上有一些发票，我们可以拿来捐赠，我们每一次礼拜都会有一个捐赠箱在外面这边。那第2个也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一个养猪计划。那这个猪呢，就是一个猪的铺满跟存钱筒。我们提供了3款铺满可以给会友使用。如果你们手边有零钱，也可以随手就放进去。那等到养得很胖的时候，就是它要被宰杀的时候了哈。好，然后也邀请兄姐成为建堂的勇士我们其实也都有一个建堂的勇士卡在外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恩赐，跟上帝要重用我们的地方。我们欢迎每一个兄姐参与在每一个建堂的事工上面。好，我们也持续为建堂所有的事宜来关心跟带导。牧师这边，下次平安。搁一届来唤起咱兄弟关心咱的建堂的事工。咱伫咧这个建堂的事工顶面，第一个就是。欢迎咱兄弟咱伫咧生活中的消费的发票，麻烦收集起来放在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礼拜天，我们会把那个发票的收集箱放在这个招待桌来收集周间的话周间咱就放伫咧办公室的门口伫遐来收集其他咱会用安尼。透过这个募集发票，嘛会通帮助咱伫咧建堂的事工的顶面。这个3款的这个铺满铺满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要贴经文的那个贴纸还没有好，所以还没有办法发给大家那咱期待讲，咱会通共同来安尼，将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亲像讲去买菜啦、买啥物件，咱的一寡。零钱就投在那个铺满当中那咱会通安尼到时阵才找时间，同齐来杀猪来，互咱会通安尼看见上帝安怎伫咧迄个顶面透过咱安尼一寡小小的行动来祝福咱的咱南洋教会这个咱伫咧这个
嘛要搁一届来鼓励咱兄弟吼，咱目前这个建堂勇士卡只有刚收到12张，兄弟，我相信咱拢对上帝领受各种的恩典吼，咱唔好将咱的恩典藏起来，吼，咱乃是爱回应上帝对咱的赏赐予咱的各样的恩典，咱就将咱的恩典献予上帝来使用，成做咱的建堂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勇士，将你家己你所会晓的，吼，就伫迄中间来成做这个建堂的需要，吼，的顶面，亲像讲，伫咧要募款，吼，咱咧要募款，咱国外咱嘛有一寡迄个。要外出去表演啊啥，你若有这方面的迄个恩赐，会通来甲正宫长老来讲咱会通好来做一寡遮的规划安排，等等遮的。咱若讲，亲像讲亲像常明老师，伊就是伫咧这个土木跟那个应该讲结构啊，他是在结构这个部分是真这是伊的专长。咱教会迄天咧伫咧钻探的时阵，伊一听到要来钻探，伊就拼来咱就是将咱的恩赐来用伫咧即个建堂的每一个代志顶面所以咱欢迎所有正兄弟上帝若伫咧你心内有啥物款的感动，你就将迄个建堂勇士卡面顶甜甜的投伫咧咱的迄个建堂勇士卡的迄个箱仔内面，咱。到时阵，咱教会的迄个事工咧进行的时阵，若有需要安尼，拄好甲你所写的是同款的即个文书的迄个需要的时阵，就会邀请你同齐参与伫咧迄个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的即个建堂的即个事工会通安尼哪来哪顺利迄个咱的伫咧。另外就是顺便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的家长知道我们有可能明年年初就搬到对面去那边的临时的聚会场所因为这边要建堂要改建如果上帝允许，让我们都能够那个规划跟那个整个的进度都能够很顺利的话，那。我们照正常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应该要在明年初能够动工。那目前我们目前的这个建堂的经费已经累积到2700万。那也很感谢主我们在今年从1月一直到7月，我们今年的那个建堂的奉献就已经超过500万。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我们期待这样，按照着过去的一些建堂的经历啦，他们给我们的都跟我们讲，只要我们大概超过2000万就可以动工了啦。所以我们已经是2700万，早就可以动工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在申请。那因为现在就是那个钻探完了以后，再过来是要那个就是计算结构，整个建堂的那个基础，我们要不要打地桩？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整个建物的里面的柱子里面要有多少钢筋等等这一些，现在就是等结构那个钻探的那个报告出来了以后。那再过来就是结构技师跟建筑师会去做规划讨论，那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能够差不多在建堂的一个基本的经费就能够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数据出来。那个出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向财团法人这边请他们来去那个申请建筑执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时程。在申请建筑执照的时候，也是请财团法人这边来帮我们去跟银行来贷款，这个都是我们的整个的程序。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建堂的这个
行程到哪个地方。好，以上的补充报告。好，这边还有2点的补充吼，何丽玉阿姨的火化礼拜，如果有要参加何丽玉阿姨的火化礼拜，请大家在登记要参加的人数，因为后续要安排订餐，那我们后续会请干事这边协助帮大家登记，到底有多少人？会放在那个 LINE 的群组，请大家登记。好，然后再来就是再跟大家小小的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等一下11点暑期彩虹印的成果发表会就在我们教会这边所以请待会结束以后，请如果能留步参加的会友呢，我们一起来观赏。好，接着请咱做伙来吟诗392首，乌鲁上帝万福本源。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可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